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然后你甲四周围人讲，你是世界最棒的儿女，你是世界最棒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咱若无出世，咱的妈妈无法度做妈妈，伊永远就做孝女，是不是？咱因为咱出世，咱的妈妈真做伟大的母亲。主，我要学了你，咱做伙三角来吟。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意，我要歌咏你奇妙大权力，归荣光你生命。主。
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真是听你，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归荣光你生命。主，我真是听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主，我要服侍你。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力，归荣光你生命。主，我要服侍你，真心真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咱们扬起至圣的主，咱们用和散那来敬畏咱的主。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拢做声阿拉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咱拢做声阿拉主的生命。荣耀归乎主上帝，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兄弟姊妹，这时邀请你，若方便的话，做伙起立，咱用肢体来敬拜主。欢迎你站起来哦，吼！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咱拢做声了，咱拢做声了，阿拉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咱拢做声阿拉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和散那归之冠上帝，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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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之冠上帝。咱拢做声阿拉主的生命，权能荣耀归乎主上帝，和散那归之冠上帝荣耀。荣耀，荣耀，
愿荣耀归万王的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的王。咱就坐声了，咱拢坐声学了主的生命，愿荣耀归乎主上帝，愿荣耀归万王的王。请坐，各位兄弟，今日是母亲节，请坐。咱要做伙相交，有的人是孝念母亲，有的人是感谢母亲，但是所有伫世间请养细囝大汉的妇人人，也是身带母子的弟兄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而付出哈。愿主赏予咱同心来祈祷，想听堂的主，阮知母亲的伟大，请养细囝大汉。因流了母亲的血汗以及目屎，毋望囡仔会当成长大汉，会当正样亲像人，嘛非常毋望细囝囡仔大汉会当真做出脱有路用的人。主因所看路，为着细囝的祈祷，为着细囝的看路，主你深深知影。愿今日的礼拜。愿用女性母亲，这做一个中心。愿上帝你施恩天的所有，请用细囝大汉的妈妈，愿因伫世间欢喜，世间快乐。愿主你恩待因，用你的恩典常常感谢甲同在。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咱备办心来礼拜，咱要来吟回情的诗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
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甲软弱、侮辱、困苦、艰难、甲迫害看做是好，因为我什么时阵软弱，迄时就坚强。咱要来吟圣诗第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请咱兄弟起立来吟。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接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第2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要来交托启文，启文第24，正式后壁面启文第24，显着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启文第24，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俄乐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愿上主你怜悯阮，赐福予阮，愿你用仁爱慈悲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阮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常时阮也求你圣神临在，赦免阮的愚妄自专，拄啊，阮常常掠家己做上帝，因为邪恶的世界时常得甲阮试探，得甲阮引诱。有时阵，阮听世间赢过你；有时阵，
阮听世间的引诱，赢过你。阮时常无爱你的教示，甲律例。有相时，当阮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阮无在条祈祷，阮也无爱祈祷，阮常常埋怨，主你伫倒位？阮咧艰苦的时阵，主啊你伫倒位？因为阮常常无看到你，主啊求你可怜阮，是拯救的手看顾阮。主你的圣神常常用未讲出的土气，代替阮代求。亲像阮的老母一般样，常常伫暗前的时阵，代替阮求相反。主啊，伫普世咧庆祝纪念老母的日子，阮也要向你献出阮的感恩甲感谢，因为你想使阮老母，无论是有缘甲阮同在的，也是已经转去到你身边的老母，阮拢要献上阮的感谢。阮要感谢阮的老母，教阮认捌什么是疼，什么是悲疼。通过阮老母的疼，阮也去深深担着主你疼阮的滋味。透过阮老母暗前的祈祷，以及因看阮得笑的面容，阮恳求你将这个喜乐临到伫阮甲阮老母的心上。透过老母的鼓励甲安慰，阮也要听见你慈爱的声音，若亲像在对阮讲：“囝，转来。”放下你的重担，囝无自专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只求阮的人生来对准主你爱阮行的道路。阮伫遮也要恳求你，赏赐祝福，用主你的疼来包围阮的老母。将你的疼甲温柔赏赐阮的老母，也赏赐可能因失去囝儿，也是受到暴力对待的老母，帮助因伫任何困苦的中间，因坚持无腰拽，保守阮的老母。伫世上的日子，温上加温，力上加力。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圣歌队要用“阮感谢主”来带咱献诗。
多谢圣歌队用真水的诗歌带咱来吟出阮感谢主。他拄仔咧圣歌队咧吟的时阵，我想在座兄弟姊妹会对因心唱口号，阮感谢主。来，咱来读圣经，中首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的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这个在描述的是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出世的事业。咱来看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2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台语和日本是伫106页吼。来，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有一个利未支族的查甫人，带共支族的女子做某。这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后生，看伊真古锥，就甲伊创3月日。后来妇人人无法度搁创，就摕一个蒲草做的篮，用点仔甲白油。糊互伊袂流水，将婴仔放伫内面，然后将篮放伫尼罗河边的芦苇中间。婴仔的大姐徛伫远远的所在，爱要知伊会拄着什么代志。埃及王的查某囝来到尼罗河边要洗身躯。伊遐的宫女伫河边行来行去，公主看到芦苇中间有一个篮，就找宫女去摕迄个篮。伊一个拍开，看到一个婴仔，查甫婴仔在哭，伊真毋甘讲，即个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仔。婴仔的阿姐来对埃及王的查某囝讲：“我来为着你，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找一个年某，甲你要即个囡仔好无？”埃及王的查某囝应讲：“好，你去。”查某囡仔就去叫婴仔的老母来。埃及王的查某囝甲婴仔的老母讲。你甲即个婴仔抱去要，我会互你工钱。妇人人就甲即个婴仔抱去，甲伊要。即个婴仔大汉，妇人人甲伊带去，互埃及王的查某囝。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即个囡仔做囝，甲伊号名叫做摩西，讲。我甲伊对水里抾出来。牧师今仔日正道的题目是无爱吼。阮头仔咧锻炼的时阵，教毋着音就无共，毋是无爱，是无爱。若讲较长的叫做无亲的疼。咱时间到林牧师。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摩西这个名，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对水中间甲伊抾出来，有一个拯救的意思。咱每一个人拢是互上帝调来，伫伊的国度，咱嘛是受上帝的拯救的一群的兄弟姊妹。愿咱伫教会的生活中间，咱伫三听三和的中间，来体验到教会有亲像老母安尼的疼，一个疼咱。今仔日是母亲节，借着这个母亲节，咱感谢也孝念老母对咱的疼甲温情，也互咱来纪念学习老母伊的生命、信仰、美好的脚迹模范。伫遮也祝福在座每一位做老母的，或者你是人会属灵的老母，
拢祝福恁母亲节快乐。来，咱对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母亲节快乐。愿主施恩赐予咱，互咱万事亨通，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勇壮。愿这个祝福伫咱在座，无论是做老爸、做老母的，或者是咱上帝调入来伫咱的教会这个集体内面，咱每一个人拢领受上帝一个属灵的祝福，伫咱的生命内面，互咱更较丰盛，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母亲节中间，阮来纪念主你所互阮的恩惠恩情。有人的老母大身起到伫天顶，伫主你的身边，伫遐享受永远的福乐。有的人的老母夭孤伫在世伫遮，互遮的做囝子的有机会来孝敬，阮拢感谢你，因为凡事的。拢每一项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甲安排，互阮珍惜阮的性命来服侍主，互阮伫要阁有一口气，阁会当行路，阁会当呼吸，阁会当做工课，阁会当来吟诗，阁会当来服务服侍的时阵，阮就深深来感谢主，互阮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放下阮的劳苦重担。单单注神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互阮伫即个属灵的家庭的中间，来得到栽培甲成长。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老母通讲是咱每一个人生命的摇篮，的摇篮，因为上帝疼咱。所以，伊使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老母，若无有老母，就无有咱。伫即个世间，到底上珍贵的代志是甚物？咱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是什么？我想，伫即个世间，上珍贵的事，从来拢毋是金银财宝，从来就不是金银财宝。伫即个世间，上珍贵的。就是这个疼。圣经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只有疼，会当留伫人的心中，感动伊久久。伫遐继续，伫咧用这个疼伫咧发光。有一句话安尼讲，有咧讲，穷的只剩下爱。却什么都有了。咱知影过去有一本册叫做《穷的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钱》。咱来想看卖，穷的只剩下钱。如果咱只有钱，啥物拢无，咱到底有甚物？总是咱反向来思考。有的人他穷的只剩下爱，但是他什么都有了。这就是伫信仰的顶面咧，甲咱讲，亲像圣经所讲，诗人伊所学乐的，以耶和华为乐。嘛，亲像保罗伊所讲的，伊无论伫瀑布散香，也是伫公共伫软弱的时阵，上帝的恩典拢教也伊用。无论伫什么种的情况的当中，伊拢合适着凡事老练。凡事靠主，伊啥物拢有啊。所以，当伊拄着圣神了后，伊会当将万事拢看作本色，因为伊掠耶稣基督做伊的至宝。所以，穷的只剩下爱，却什么都有了。这句话，互咱点滴在心，来思考。毋那是人，总是。检菜嘛咧对教会讲话，一间教会，伊若有满满的疼，其实伊嘛啥物拢有，因为这个疼会吸引人来到这间教会，伫遮来服侍，伫遮来敬拜，伫遮来学习，然后这间教会就慢慢会长大汉，灵业渐渐加添。
有一句话安尼讲：父母在，家就在。家庭是一个人人格养成真重要的一个所在。老爸的疼，甲老母的疼，是一个人伊内在生命要感觉到安全感、安全感的一个基础。有教育家安尼讲，一个囡仔伊若有十足的安全感，其实伊伫学习的能力顶面都无问题。一个囡仔伊若有安全感，伊要学习什么，伊拢真定着顺序伫遐咧成长，健康来成长。总是囡仔伊的内心，若常常惊吓、忧虑、忧闷，无有安全感，其实这嘛拢影响着伊生命的成长甲学习的能力。所以，一个有完全得到父母的疼的一个人，伊的心才会当完全来体会到上帝慈悲仁爱迄种的心肠。有得到健全父母的疼的人，伫伊的价值思想、个性、人格、情绪、感情，才会当伫稳定、健康、平安、平静的中间来成长。上帝话安尼，上帝伊亲自安尼讲，伊就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我嘛要安慰你。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这是上帝、上主伊家己讲的话，所以要亲像老母一样来安慰咱的心。伫遮，上帝伊特别用老母对囡仔迄种温柔的疼，来譬如伊对百姓的关怀甲安慰。家庭的温暖幸福，我想不在伫厝的大小豪华与否。家庭的温暖幸福，在伫人甲人之间有和睦相听，有包容关心。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查甫人起做厝，总是查某人起做啥物？起做家庭。男人建造房屋，女人建造家庭。房屋跟家庭有没有不一样？房屋是一个外壳尔，家庭是人甲人的关系，是这个温暖的疼，互这个家庭亲像一个家。伫箴言14章第1节安尼讲：智慧的妇人人建立家己的家庭。箴言31章30节嘛安尼讲：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娱乐。愿咱拢心存敬畏主的心，对主来得到建立家庭，也建立教会的智慧。曾经伫网络顶面真流传这幅图吼，咱看者这幅图，你看到什么？啊！你有看到一个囡仔，伊倒伫什么所在？涂骹，总是伫涂骹画了一个什么人？一个妈妈。吼，有一个查某囡仔伫涂骹用粉笔画一个妈妈，然后他想象他躺在妈妈的怀抱里面，然后睡着了。这幅图，我就是这样一直看，一直思考，一直感动。检查一个囡仔，检查是一个无老母、欠缺母爱的一个囡仔，伊真期待有一个温柔的疼，伫遐咧疼惜伊。伫圣经的中间，嘛有提到，也有提到几位伟大的老母。咱来想看卖，你所知的，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什么样的母亲？大星。耶稣的老母是啥物人？玛利亚。提摩太的老母犹尼基，撒母耳的老母汉娜。今仔日咱的经文讲到摩西的老母，到底摩西的老母是啥物人？是啥物名？
今仔日咱读的经文无记载，无讲到摩西老母的名是叫做什么。伫出埃及记第2章，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伊并无讲出摩西老母的名，总是伫一个所在有记载，就是伫出埃及记第6章20节。来，咱做伙来读。暗然带伊的阿哥约基别做某，生阿伦甲摩西。这个就是反向思考，为后面你甲推回去。所以阿伦甲摩西的老母是什么人？就是约基别。阿伦甲摩西的老爸是什么人？就是暗然。所以摩西的老母的名叫做约基别。来，咱讲一解，约基别，约基不别。约基别这个名，嘛有一个意思，伫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耶和华是我的荣耀。上帝伫逐世代拢伫咧超找，也伫咧竞选人、呼召人来做伊的工，来受伊的差派，伫逐角落、伫逐所在。伫遐咧完成上帝的使命、召命，来成做来显现上主的荣耀。伫旧约时代，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因为受到埃及人的虐待、所以伫迄个时阵，埃及国王伊就命令，安尼讲哦，妇人若生查甫的，就互查甫婴仔死。若生查某的，就互伊活。伫即个时阵，摩西的老母为着要来保存摩西的性命，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伊用蒲草安那，摕迄个蒲草做的篮，将摩西放伫即个篮内面，然后经文讲哦，佫毋是用弹的哦，是甲伊下伫芦苇的中间，轻轻啊，甲伊下咧，将即个篮下着摩西婴仔，甲伊下伫即个芦苇草的中间。伫迄个时阵，摩西的姐姐就远远安那伫遐偷看，即个我的弟弟即马放伫篮内面哦，伫遐搁置在这个芦苇的中间，毋知影有安全无？所以摩西姐姐就秘咧看，伫迄个时阵无拍算，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是公主，哇，安那伫迄个河边伫遐，甲宫女伫遐咧洗浴，伫遐看到远远看到一个隐隐约约，他有一个物件伫遐隐隐若现这样，伊就叫宫女叫宫女去看，迄篮内面是什么？所以宫女因就甲即个篮行去看。甲伊拍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婴仔，因为婴仔咧哭。哇！这个公主嘛看到啊，经文讲伊真唔甘，对吧？经文有写，很舍不得，不忍心。伫迄个时阵，摩西姐姐伊就上前行即个埃及王的查某囝，甲伊讲：我替你找一个女母来摇即个婴仔，好无？即个埃及王的查某囝讲安那好无？好。所以摩西姐姐伊就去找，伊去找什么人来摇摩西？找伊的生母，就是去找即个约基别。安尼有智慧无？真有智慧，找家己的老母来成做即个囡仔的女母。第10节，咱做伙来读，请来。即个婴仔大汉。妇人甲伊带去，互埃及王的查某囝。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即个婴仔做囝，甲伊号名叫做摩西，讲我甲伊对水里抾出来。即只咱看到，当摩西渐渐大汉的时阵，
这个妇人人就是约基别，就是摩西的年母，就是伊的老母，甲伊带去互埃及王法老的查某囝。伫遮咱看到约基别这个老母，伊无用伊家己的方式要霸占这个囡仔，伊顺探上帝所安排的这个环境。当伊甲囡仔有一段时间，伫这个婴幼儿真重要。咱讲3岁定一个孩子的终生嘛，3岁你就要培养好他的人格、他的礼貌、他的态度。第3岁就定伊的一生，这是教育家所讲的。所以，其实摩西老母已经利用这段时间，伫真重要定终身3岁，这个时间好好培养，甲摩西做伙。总是当时间到啊，伊就将摩西送到埃及王查某囝遐，也因为安尼成就上帝真奇妙的作为。然后摩西伫皇宫的中间伫遐长大，嘛当学习真侪的物件，日后来成做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领袖。我毋知影大家最近有去看一部电影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来，咱来调查一下，你有去看这个电影的人，请举手。好，请放下。哇，有几位长辈有去看这部电影，会当讲伫咱台湾最近做风行这个票房非常的高。这个电影咧讲什么？这部电影咧讲到一群因为性命背后这个无同款的原因，致到因来做出一寡无好的一个代志，来入狱这拢是女受刑人。其中有一个受刑人，女受刑人，这是咧描写伫这个女监狱内面的代志。其中有一个女受刑人叫做慧珍，伊伫监狱的内面来伫监狱的中间来生了一个婴仔，叫做云溪。咱知影，要伫监狱中间要怎样来请养一个囡仔大汉，一定是毋是真好的一个环境。这个云溪伫真细汉生出来无偌久，伫真幼儿的时阵就诊断出他有眼疾，有弱视跟白内障。如果有这个眼疾的囡仔，若伫监狱的内面，敢会当得到好的医治？无法度。安尼要安怎呢？诚做老母的人，伊嘛心真艰苦，真着急，因为囡仔有真长的未来要搁行。总是这个妈妈若家己留伫监狱的内面，伊的目睭无法度来得到好的医治。最后，伊甲这个监狱的主管做出一个讨论，就是必须把这个囡仔将这个囡仔送养，甲伊送出去，才会当来得到好的医治、的医疗的过程。所以，这个女受刑人慧珍为着查某囝的目睭云溪会当来得到医治、得到治疗，伊就决定将这个查某囝来甲伊送出去。这电影，这个演出，这个剧情，真正是互人真感动。咱敢会当想象，囡仔要送出去，在监狱的牢房一线之间，一个牢房铁门隔离，送出去囡仔就不再是伊的啊。所以这种分离的痛苦甲挣扎，最后这个老母嘛是爱安尼做，因为伊真毋望来领养着伊的查某囝的人，会当好好带伊的查某囝去治疗伊的目睭。最后，这个囡仔的目睭受到好的治疗过程，总是连伊的名云溪，嘛，互这个到要领养的妈妈来甲伊改了，她也不再叫做云溪了。所以，这个电影有真侪值得咱
来思考的真侪情节，总是其中伫即个部分，当我读到即个咧准备今仔日来出来记即段的讲章的时阵，互我联想到，因为摩西的生母约基别，嘛是将摩西请用到一个阶段了后，嘛必须将伊个送互埃及王的查某囝，法老王的查某囝。为着是甚物？为着要互伊有好的一个生活。所以伫遮咱看到一个老母的疼，到底是啥物种的疼？要怎样来描写老母的疼呢？伫遮有一个搁较博爱大爱的一个疼的解说检采，互咱搁来思考，就是疼毋是占有，爱并不是占有。爱，它是成全。伫教会中间嘛是共款，真侪事工需要兄弟姊妹做伙伫遮来分担，互相彼此来成全，互相彼此建立、鼓励、学乐，互人伫事工伫咧服侍中间来得到欢喜、平安，来得到成长，搁较重要。伫即个服侍中间，来搁较明白上帝。所以爱并不是占有，爱它是一个成全。摩西这个名，他拄仔所讲的，就是对水里甲伊抽出来，从水里拉出来。伫遮咱看到摩西的性命，会当来得到存活，到伫日后来成做一位领袖。伫伊的生命的起头，有受到3位女性的恩人恩惠。第一位就是伊的老母约基别，第2位就是伊的大姐，第3位就是法老王的查某囝。咱来想看觅，咱的性命会当行到今仔日，咱是毋是嘛受惠于许多人，得到真侪人的帮赞？伫即个中间有偌济是女性的恩人，第一位就是咱的老母，毋是吗？因为老母将咱生落来，保存好咱的性命，互咱伫即个世间来领受真侪的恩惠。我会记得，伫我怀孕的时阵，有一摆，我常常要出道。伫厨房的时阵，去寻我的婆婆伫我的边仔，甲我救咧。一个小小的动作，嘛拢值得咱来感谢，因为这是上帝陪伴伫咱身边，伫咧拯救咱的人。所以伫今仔日的经文，咱看到一位老母对囡仔的疼，用即个蒲草香。用淡仔膠甲白羊膏，互伊袂涉水。当约基别要甲囡仔放伫芦苇的中间，放伫即个河的中间，伊嘛毋是凊彩一个哪甲下咧，伊安那伫外面用淡仔膠甲膏好势，用白油甲膏好势，互伊安那袂涉水，不会渗水进去。因安尼来保全即个囡仔伫哪内面的安全，所以即个哪就亲像一个避难所，一个老母为着疼囡仔所准备的一个安全的所在。诚做老爸母的，咱拢毋茫会当将上好的物件来互咱的囡仔。伫马太福音第7章11节，咱做伙读请来。恁虽然歹，也会晓摕好物，互恁的囝子。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咱拢知影要将好的物件来互咱的囝子。咱认为什么是上好的物件，送互咱的囡仔？伫箴言14章26节，咱做伙读请来。敬畏上主有坚固的瓦靠，
伊的囝儿有得享的所在。敬畏耶和华有坚固的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避难所就是得享的所在。这个得享的所在，这个避难所，就是有一个通安息、通倚靠、通得到帮助、通得到安全的所在。当做父母的无法度保护咱的囡仔的时阵，这个得享的所在，会当为咱的囝儿带来平安安全的一生，就亲像防空洞，会当抵挡外面的危险。所以做老母的、做老爸的，若会晓得敬畏上帝，那安尼，咱的囡仔嘛会有一个生命得享的所在。因为当咱会晓敬畏耶和华上帝，咱就会晓替咱的囡仔来祈祷、来祝福。这个属灵的快乐，会伫这个囡仔的长大的过程，伫遐来保护伊。就亲像有一首歌安尼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歌词讲：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怎么样？认识主耶稣。咱的姊妹，咱将这个坚固的得享的所在送予咱的囡仔。逐日替伊来祈祷。我的老爸有一个见证，伊即马85岁，会当到伫当85岁，这嘛爱回溯伫伊3岁的时阵。伫3岁的时阵，有一个大伊6岁的远亲的哥哥，带伊到伫外面咧佚佗。然后因经过一个池塘，我的爸爸伫迄个时阵伊3岁，无小心落入去迄个池塘内面。然后即个大伊6岁的即个远亲哥哥安那逃走，跑开了。所以，互即个囡仔3岁囡仔伫遐扑扑沉沉伫池塘内面，扑扑沉沉要安怎？若搁扑搁沉，搁无偌久。若搁拖了，无人来，就是无命，毋是吗？这咱拢真清楚。伫迄个时阵，拄啊好有隔壁一个4岁的姐姐小女孩，伊嘛来到伫池塘附近，哇，看到一个3岁的一个小男孩伫遐扑扑沉沉，啊，可能是厝边拢小可熟悉。然后，即个小女孩就走转去，甲伊的老母讲：啊，有一个人跋落伫池塘内面，啊，检菜嘛讲出阮爸爸的名，然后就传到伫阮爸爸的老母的耳朵讲，啊，听到讲伊的囡仔跋落伫池塘内面，我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阿嬷，就紧走去迄个池塘，跳入去池塘内面，迄个水灌到颔棍，伫迄个所在紧甲我的爸爸3岁尔，甲伊安那抱起来，然后大声祈祷，伫遐主啊救我的囡仔，主啊救我的囡仔，然后一面对伊的鼻孔甲伊吸水出来，然后佮一直祈祷，将伊的水吸出，直到我的爸爸3岁迄个时阵，哭出声，恢复伊的性命，然后活到今仔日。随望即个生母，伫我的爸爸5岁的时阵就过身了。总是上帝佮准备一个续弦的一个阿嬷，来到伫我的爸爸5岁，甲我的阿姐迄阵3岁，伫遐来继续请养因大汉。第2位阿嬷，所以我会记得伫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爸、爸爸咧木花中间，伫个胸坎拢会挂2蕊花。一蕊白花，一蕊红花。伫细汉时阵，阮就很好奇，然后才知影一个故事：白花是要纪念伊的生母，红花是要纪念伊的父母，来请养因大汉。所以伫遮咱嘛来想看卖，咱受惠于多少疼惜咱的女性的恩人，咱的亲人、咱的长辈、咱的朋友。咱来借着这个母亲节，来感谢因，来为因祈祷，来祝福因，
而且我也真感谢我的老母妈妈，送予我一生会当陪伴我，诚做我道险的所在3项礼物。第一项就是信仰，对耶稣基督的亲信；第二项就是音乐，音乐是一个囡仔自细汉到大汉，会当表达伊的情绪感情上水的一个道险的所在。咱拢知影，咱若欢喜忧闷，若吟诗，就会透咱的心情。所以，这个音乐永远伫我的生命内面，无论到伫什么种的教会，我就是用音乐伫遐咧服侍上帝，互这个音乐嘛，诚做我内心道险的所在。第三项是一个听的价值，爱的价值。对于这个爱的价值，会当来产生服侍的意义，更较重要是，互我会当活出我想要爱的家己吼。最近拢真咧讲一个教育，就是咱教导囡仔，让他活出他自己。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期待去期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我们身边所教导陪伴的人，咱是互对方活出他的自己。所以，真感谢我的父母，互我活出我家己。包括我要做牧师，伊嘛是举双手双脚来赞成。所以伫遮，咱每一个做老母的，咱嘛搁一摆来回想，伫咱请养囡仔大汉的过程，咱是想要来占有，还是咱想要成全？咱是想要互囡仔活出咱所期待，还是咱往往会当互伊自由来飞，自由来成做伊家己，自由互伊来领受对圣神遐来的感动。伫遮，咱嘛互咱想起，让我们想起真侪宣教师。我感觉因真伟大，毋但因伟大，上伟大是因的父母，愿意放因的囝儿伫26岁、27岁这样少年青春，会当伫因的国家来追求荣华富裕的年岁。总是因尊重的囡仔，到伫异乡他国无文明的台湾，伫遮来做宣教，伫遮来奉献伊的一生。甚至伫因的老爸老母要过身时阵，这个宣教师因拢无办法转去送因的老爸老母，无法度见因的最后一面。总是这个老爸老母只有放手，也伫基督的内面来祝福因的囡仔，来成全上帝对因呼召的这个使命。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道险的所在无？有这个避难所。这个道险的所在，检查的是咱的老爸老母、咱的阿公阿嬷、咱的长辈，自古早一直传予咱，教导咱这条水的信仰道路，甲咱指出这条道险的所在，就是伫上帝的怀抱内面。所以，当上帝为咱准备好这个道险的所在，当咱的心中有这个道险的所在，咱会安怎呢？就是人的眼光、言论、人的反应、环境的变化、动荡、艰难，拢袂当来摇动咱的心，袂当来支配、掌管、捆绑咱的灵魂。咱的灵魂若受到捆绑，咱就无自由，咱就埋怨，咱就常常负面，咱就常常熬念、埋怨、愤怒、受气、不平。总是当咱的灵魂有这个道险的所在，咱得到自由的时阵，咱会当自由做咱家己，咱这个锁链拢放落，咱的灵魂会当受到上帝、耶稣基督的带领。我有做一首歌，伫几年前，伫一个真感动的面做一首世间上水的名《妈妈》。我用真简单的歌词，为着是当时要互伫北部牧会顺路州教会，要互因的青少年会当用真简单的台语来吟出
母亲节的歌，所以我写一首歌，咱做伙来读歌词。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牺牲的疼痛。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生命的瓦壳。妈妈温情比山较悬，妈妈温情比海较深。感谢上帝赐我妈妈，世间上水的名。咱做伙伫这首的歌的中间来孝念、感恩咱的妈妈。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牺牲的疼痛。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生命的瓦壳。咱做伙来吟，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牺牲的疼痛。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生命的瓦壳。内面稳重牺牲的疼痛，世间上水的名妈妈，内面稳重生命的瓦壳。感谢上帝，你的听亲像老母一样，伫咧听小我。感谢你赐阮老母来请养阮大汉，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疼惜阮，你的怀抱亲像摇篮。互阮伫安全的中间来长大，感谢你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子，感谢你，互阮通伫你的圣所，用生命的呼吸、声音、活命、气力来敬拜、来学乐、来服侍。我要尽力最大到阮一世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来用圣诗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来向上帝恳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咱即下要来奉献。上时，这小诗班也要用新谣婴仔歌来带咱。
啊，这有感动无？有婴仔歌吼，这个拢是妈妈的宝贝，简称叫做妈宝啦。无影啦吼，开玩笑，这个青年唱歌真好听，咱要来奉献吼。大日来，咱要来表达咱对妈妈的敬意啦吼。啊，咱邀请这个云妹姐吼，啊代表妈妈吼来接受教会啊小小的心意吼，啊请你来头前吼。啊，等下妈妈就免搁徛起来，逐年拢互你徛起来，足歹势吼。等下你坐咧吼，咱的同工就会甲迄红包发。来，咱云妹姐，请咱来头前，陈牧师咧。陈牧师，你哪会落跑无看人？伫倒位？哦，来。搁陈牧师。吼，来，咱兄弟吼，拍鼓啊！来，搁一只哎，来，搁一个拍鼓啊吼！好，有啥哩啊吼？好，多谢，请云妹姐就座吼。云妹姐是咱教会较资深的妈妈啦，算较老经验啦。啊嘛有咱的淑华姐啊吼，伫咱伫传福音的中间，淑华姐常常伫病院咧，伊伫线顶也无咱毋知啦吼。啊，伫云妹姐吼，我看到伊安尼90岁吼，啊，分传单对个大家安尼行吼，啊，参谢老师两个扶咧。
去传福音。伊伫少年的时阵，嫁入无信主的家庭，总是伊安怎？伊伫年老的时阵，佫倒来上帝的身边吼。这是真水的一个。咱教会的兄弟嘛有安尼，少年的时阵，甲伊的孙用抱来教会啊，这嘛是妈妈的疼。嘛有咱的姊妹代替母亲，甲伊的孙带来主日学。我即摆看到伊安尼，真安然自在，坐伫礼拜堂听咧礼拜，看到嘛真感动。当伊头先带即个孙来的时阵，伊是油头甲面伫外口伫幼稚园遐安尼，心无平安，总是即摆安怎？伊安然自在，将伊的囡仔交伫主日学，伊听动即个礼拜堂遮。咱教会有姐姐，嘛有老爸代替老母，安尼深深请仰，这拢值得咱来尊敬甲祝福啦所以讲，咱邀请牧师来为着这妈妈来祈祷。但牧师走去倒？拄毋是要祈祷？但牧师咧笑念伊的妈妈的款。咱祈祷煞请咱的妈妈坐咧就好咱的同工将咱的小小的礼物人讲母亲节食凉虾即摆无分凉虾，10%尔啦，虾比尔啦来，陈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较人做要为着世间的妈妈祈祷，你知因的辛苦着无？亲像摩西。伊的亲生母亲用点仔胶甲泡油来抹即个，用芦苇也是用草仔做面仔，甲伊小心放入水里，来互伊得到公主的思女来捡到即个婴仔，保全伊的性命。主，你著透过摩西对水泥捡出来，互即个老母伊的心平安，伊的心安，知影讲伊的囝儿得到救啊！主，你嘛透过摩西竞选伊成做救赎以色列百姓，互因离开埃及的起头。你嘛透过10个灾难来刑罚埃及，互法老王伊愿意放希伯来人，这犹太百姓离开埃及，总是伊阁毋甘愿派队兵来追杀以色列百姓。主啊，因为这出埃及的故事，阮看到主你的心亲像老母一样。来保全你所竞选，你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互因会当生炭，要将赏赐互因的迦南地来赏赐互因。主啊，我嘛有缘安尼来感谢你的恩典甲疼痛。今日的信息正做阮的帮助，因为主你透过即个利未人，即个老母，伊的心毋甘。伊的囝儿受害，因为侪人迄阵的犹太人的囝儿出世就爱受害，因为这是法老所下的命令。总是主你透过这个母亲来救赎摩西。虽然摩西伫埃及王宫来成长大汉，总是主你知。伊要成做以色列的救赎，愿主你帮助阮。真侪老母的心嘛是为着囝儿逝世，请仰因大汉，毋惊因受风寒。愿上帝你使用教会才会逝世，互因知教会嘛正做请仰因大汉的母亲，是因成长的所在，嘛是因委身的所在。
主啊，帮助阮，我要为着在座的妇女，不论是伫教会、伫少女、甲妇女、甲真侪老母，佮真侪阿嬷，也是因要搁伫少女的时期，也是因打真侪人的老母，也是因的囝儿已经成长大汉。我要为着这些妇女来祈祷，因所请养的囝儿会当伫笃行教会，有亲像母亲的怀抱，安慰因、帮助因、鼓励因、扶持因，互因以后真做笃行教会真大的帮助甲未来。我嘛要为着这辛苦培养的每一位妇人人，因将因的囝儿甲因请养大汉，也是这个囡仔还阁细汉，因互因来到主里学。我要为着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娱乐，因为这个妇女拢是上主你拣选，愿主你收，愿献上阮的祈祷，愿献上阮的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好，咱即马请咱的同工将咱的母亲节的礼物吼，送到伫咱妈妈的手，手甲手握一个就好，手握一个伊就送到你的面前吼，手握一个嘿，来哦，爱一直到有通摕着哦。啊，咱来吟即个母亲像月亮，无摕着礼物的，咱来吟诶。母亲像月亮。妈妈还未摕到的无？举手，有无？有还未摕到的无？拢无吼。啊好，感谢上帝吼。咱下面要来请主日学来献诗妈妈的宝贝。
哦，等下还袂落咯，嘿，吼，拍波好来，咱对我来画一下吼，来，妈妈我爱你，大家会唱来，妈妈我爱你，祝你安怎美丽又个水来。好，谢谢，多谢这顶妈妈的宝贝哈。哦，咱这妈妈好好啊享受这天，干那这天尔啦。无啊，搁无啊，过来你大爱搁任劳任怨再做1年，哦嘿，啊若拄着迄个囝若甲你插着的时，你就讲暗念啥，你知影无？家己生，啊，家己生，安尼知影？搁忍来1年就搁有啊，好无？哦，搁忍来1年。好来，我来报告吼。来，即个咱陪各部的大生，咱来读即礼拜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一遍吼。即就是讲，摩西的名就是啊，我对水里甲抽出来意思来，预备来。埃及王的查某囝就收即个囡仔做囝。甲伊号名叫做摩西，讲我甲伊对水里抽出来，出埃及记2章10节。哦，咱来看这周间的聚会内容，若有担当的同工，请你注意吼，详细来看。过来，教会的消息吼，咱头拄仔有分即个号码吼，啊若无摕到的，咱后礼拜用搁领吼，啊关怀小组嘛会。若有你要去探访的，用甲也恩即书来摕吼。稍等下，咱礼拜煞兄弟团契吼有准备即个爱餐啦吼。今仔日有真丰富的爱餐，也有迄个红豆牛奶吼，也有水果吼。啊，等下咱会用来同齐来享用吼。啊，礼拜后请迄个节制小组甲五忙小组来做收拾吼。啊，中执会即个月暂停一届，即个月报表会伫后个月会同齐来刊登。啊，即礼拜3的祈祷会，咱要为着仁爱小组甲喜乐小组来祈祷。啊，咱林牧师5月16甲21要去马来西亚参加即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妇女神学会议吼。即上欢喜的是咱陈领天啦。因为我有甲招讲，咱会用来泡面啊。来，过来5月31有咱传道部要举办即个导演甲导播的服饰的同工的造就会吼，啊分享是陈牧师有备午餐吼，咱请咱同工注意。6月21咱有要洗圣礼典有洗礼甲圣餐吼，若有要报名的，请我也是甲陈牧师报名吼。第9点，即个报税的奉献的收据已经送来啊吼！啊，咱教会的4年读经计划，伫即个5月11是要读到迄个诗篇138篇吼。即个健康促进的活动，就有一个较特别的是5月30有一个土耳其马赛克鹅颈台灯吼，即个报名已经截止啊吼，有报名的咱。爱记你来参加，过来，即个其他的拢是即个例行的聚会活动啦吼。等下青青团契伫5楼嘛有一个聚会吼。我是金钱小管家啦吼，主理是亚恩老师吼。过来，即个遗体关怀的部分也为着用者吼，伊要会考吼。来祈祷，啊，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咱来代祷。啊，过来就是教界的消息，咱来看即个第4点吼，有即个台中义区吼，啊，咱要组一个乒乓队啊吼，要来参加迄个曙光杯的乒乓比赛吼。啊，请咱即个办公室来报名。啊，咱小等下要。迄个庆生的活动，咱小等下来讲吼。过来第7页有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若有错误的，请咱的会计人员来更正。来，咱即马要来请牧师来介绍新的朋友。
咱今仔日真欢迎一位蔡文新老师伫咱的中间，伊是我大学东吴音乐系的朋友同学，欢迎。好，接续咱其他有我看到阮姑仔孝志甲慧珍第一为台北转来看老母啦，昨一去扫墓啦，欢迎因，好来，咱要来庆生啦，即个月庆生的名单伫遮来，咱请咱的生日。来，唱了，搁一摆唱甲认真的，好无？来，预备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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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林牧师为着这受请甲集体代祷，咱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这5月份出世这寿星们来祷告，求上帝你赏赐因有勇壮的身躯，有健康的身体，有平安的灵，有真丰盛的性命，互因的灵命更新，伫主的面前，伫5月份来领受教会以及众人。甲特别是上帝的祝福伫因的身上，阮为着今仔日，阮会当全体欢喜，伫即个所在组织伫主你的家，伫遮来庆贺母亲节，也庆贺5月份的寿星，也庆贺主你的国活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阮感谢主。主啊，凡啊，伫阮的肢体中间，也有身体欠安的，也有心灵郁闷。也有遮会为着家庭操烦劳苦，特别也有人家庭遇到遮会艰难病痛，阮拢恳求上帝你伫中间来帮赞，互阮倚靠上帝，每日亲身倚靠上帝。伫艰难的中间，阮犹原恬静来等待，因为主你有你的时，你的期，互阮拢会当用。主你所互阮属灵的眼光，来看出主你奥妙的摆比。主阮伫中间，阮也为着今仔日点菜，有人的心情是挂着红花，或者是挂着白花。特别我们为着挂着白花，遮个人伊心内的失落、怀念，遮个艰难，遮个侪白目，点菜伫因的心中，阮献上阮的恳求。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伫即个中间也来亲身倚靠主。求上帝你的安慰，亲像老母的安慰，时时包围、温柔包围伫阮的中间。主啊，阮也特别为着伫日前时常兄，也因为手术住院住院，总是伫今仔日，上帝你犹原带领伊。勇敢来到伫主的面前，得到上帝你的医治帮助，以深深来感谢。我若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你的恩赐，也伫阮众人的中间，伫阮中间也有遮的长辈，我若恳求上帝你帮助因，互因的身体灵魂拢得到勇壮，有主你的平安喜乐伫因的中间。阮为着今仔日，阮全体做伙伫遮的欢喜，伫遮的喜乐。愿献上全体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咱兄弟咱来互相请安吼。来，甲你的妈妈讲母亲节快乐吼。新年快乐！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好，咱要来吟祝福齐恳的诗，正是401首。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咱礼拜到这。